一位輪椅使用者來到巴士站，他在輪椅專用的等待位置候車，其他乘客則有秩序地在巴士站牌後面排隊。每位乘客都準備好八達通或貨幣來支付車費。巴士進站了，巴士車長把輪椅斜板放好，供輪椅使用者上車，其他乘客則在上車閘門前耐心地等候上車。為了讓巴士車長專心駕駛，乘客不應在行車期間與車長談話。此外，車廂內車頭位置的地面設有一條黃線，乘客不應站於黃線外，以免阻礙車長的視線。巴士上設置了一些安全或緊急設施，你知道有哪些嗎？除了一般的座位外，車廂裏還設有關愛座和輪椅停放區，供有需要的乘客使用。乘車期間，乘客應留意報站系統顯示的行車位置，於下車前提早按下車按鈕來通知巴士車長將於下一站下車。